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鑽石爸爸嘅 channel。今日我哋呢條片呢，拆解係一個足以改變30年嚟緊嘅金融格局嘅重磅信號。中意呢個 channel，記得俾個 like，share 俾朋友，follow 埋 Patreon 嗰邊啦。咁啊，上個禮拜啱啱呢，阿聯又正式公開要求。做咩呢？就係改用人民幣進行能源結算啦。呢件事嘅嚴重性呢，其實好多傳媒都只會話俾你聽，一個係貿易決定嘅。但係其實如果你有投資者嘅思維呢，你會發現呢，石油美元體系係由70年代到啦建立以嚟呢，最嚴重嘅一次大鑊嘢基石搖動。點解呢？嗱，阿聯酋呢個時間呢，開到聲咁講啦，就唔係淨係分散個貨幣風險咁簡單，佢係同全球宣佈呢，即係美國提供嗰啲安全防務同埋金融保證呢，佢已經唔係好順噶啦，亦都唔係唯一嘅選擇。嗱，當然呢個信用制度呢開始轉呢，嗱，大家諗翻啦，手中你自己嗰啲資產呢，價值呢，真係要轉一轉佢，隨之重組。我成日都強調一個觀點，影響力就老實講唔係捱翻嚟嘅，即係靠實力贏翻嚟。點解呢？嗱，太平盛世啦，大家講規矩、講民主嘅時間呢，但係到咗而家呢啲半戰爭、半制裁嘅動盪年代呢，大家睇嘅都係實力。老實講，即係點解中東各國都係咁加強同中國加強聯繫呢？即係呢幾年大家都睇得好清楚一件事，就係邊個有強大嘅實力去穩定個局勢呢？即係邊個有能力係唔開一槍嘅情況底下，都同到沙特同埋伊朗嘅恩怨即係開解到呢？嗱，呢個呢，就係投資中成日都講啦，價值回歸。即係當一個大國冇法再為佢嘅盟友提供實質嘅穩定性，即係佢啲貨幣啦，或者係佢啲股票啦，就會俾人抌噶啦。咁而家沙特阿聯酋一連串啲動作呢，嗱，老實講就係將全球最大嘅一場實驗緊去中心化。中心係咩？大家心裏有數啦。所以為咗大家睇清楚狀況，我哋一定要睇翻個歷史，就係咩呢？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嗰陣時大英帝國就諗住試圖去維持佢喺中東嗰個霸權。但係最尾因為財政都無法支撐個軍事行動加埋美國喺背後即係施加金融壓力啦，英鎊就一落千丈。而家睇翻美國一方面俄烏啦，中東又喺度無止境嘅軍事撥備啦，另一方面佢經濟又麻麻地啦。究竟美國搞唔搞到呢？即係最近美國自己決定退回呢1萬億嘅關稅，說明咗咩呢？即係如果佢在意關稅嚟做嗰個戰略壓制呢，而家退稅都係因為內部個通脹爆標。如果唔退稅呢，佢哋自己製造業同埋嗰啲消費者都拜拜噶啦。呢啲自打嘴巴政策呢，其實你都 feel 到佢自己金權政治底下呢，佢都亂咁出牌啦，冇乜章法噶啦。呢個咁嘅勢呢，都幾似啱啱所講英國當時出現嘅情況。所以而家網絡上就好多負面聲音啦，話香港即係樓市世界要打仗全部都渣噶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喺個市場第一線觀察呢，你會發現一個幾有趣嘅數據係咩呢？就係點解咁多人而家買樓呢？即係我近排有啲 friend 放樓呢，佢哋都突然間有人還價，即係唔係還價，即係正價，佢哋開個價就直接買。即係點解啲人都仲係買入啲優質地段嘅物業同埋核心資產呢？呢個呢，就係一個投資心法嚟嘅，叫做咩呢？生存者偏差。即係大多數人都有等答案，等新聞話俾你聽，好轉可以入市啦咁樣啦。OK，但係到你嗰陣時候買呢，你就發覺，而家都真係好事啦，好啦，我買啦，利好嘅好價嚟嘅。但真係專業嘅投資者明呢，投資係唔應該俾邊個人跑得快，係應該點樣生存 ？OK 嗱，當呢群有實力嘅人入市嘅時候，佢哋賭就唔係聽日升跌，而係賭緊系統成個重組之後嘅新秩序。佢哋明實力就係喺危機中檢驗出嚟嘅。如果你係因為恐慌而徹底離場，你就唔係投資者啦，唔再係投資者啦，你即係一個俾情緒市場情緒收割嘅消費者嚟啫。所以今日觀點我講完就係美元霸權裂痕，就即係大家都見到少少啦。呢個都真係唔可以逆轉噶啦，你會 feel 到奶啲嘢噶。作為投資者，你唔可以只係聽新聞嗰啲片面之詞啦。老實講，如果你係想混亂呢個時代建立一個屬於你哋自己貼地嘅資產
配套呢，你歡迎去睇我個 Patreon，我有多啲料呢喺裏邊分開，咁但係唔方便喺呢度講啦。咁啊，關於資金流向嘅底層數據都有嘅。嗱，記住真正實力呢就係崩壞晒之後，仲有生還嗰條友先係有實力啊！嗱，當大國霸權都轉移，你手頭上嘅資產呢，有冇跟住個趨勢去走呢？咁啊，我係鑽石爸爸啦，聽日我再出片，大家可以俾個 like、share 同埋 follow 埋 Patreon 嗰邊。Thank you。